在地消息来看，宜兰果菜批发市场最近有番仔市的狗仔去互车弄死，番仔是真唔甘调监视画面出来掠凶手，报案指控这个驾驶看到狗仔煞无停落来，佮直接弄过去。不过，这个驾驶的太太是出来回息的，强调唔是调工要甲这狗仔弄死的。 对监视器看到果菜市场打烟所饲这只狗倒伫咧休困，无像讲一台轿车开入去市场内面，弄到这只狗佫甲爱过。狗虽然走离开现场，也毋过无啊，佫就脱回死亡。直接停下来，他也没有停到他的前面，再把他让他走，他就直接把他压过去。我为了叫你考，是哦，系啊，我为了叫你考，你啊知唔知啊？是哦，看人都讲。 伊咧看像囡仔乖乖啊，都要对人行。一个大乡看到这个弄击的画面，真唔甘，因为这只狗已经饲几多年啊，加上在大乡拢有感情。伊讲这个开车伫咧狗头前有停落来，就看到狗一个甲伊弄过，真可恶，是挑工的。除了报警，也破伫咧网络顶找人。我们不是虚，也不是恶意，因为如果看到地上有东西，我们绝对不会碾过去，这是正常的反应。但是因为我们眼睛在看上面，我们真的确实没有看到。开车的查甫人因牵手了有去果菜市场回息的，讲迄当阵天色较暗，因搁伫咧找灰，无注意到这只狗去甲伊弄掉，因后有落车去找，也搁无看到狗，车才会驶走。那在动保法的规定的话，如果是故意伤害犬只到死亡，它可以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狗的尸体已经送去收，警方也通知开车的人到案说明。当时要防药所讲，若是挑工伤害动物死亡，是违反动保法第6条，会当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就算是过失致死，也会罚15000到75000。记者综合报道。